如果你同我一樣係個熱愛香港電影嘅 fans，咁今日呢條片你一定唔可以錯過。80、90年代，香港電影係全球嘅黃金時代，唔單止拍咗無數嘅經典劇情片同動作片，佢哋可以一邊着住旗袍，一邊踩住高踭鞋，幾招就 KO 咗一班反派，或者喺飛檐走壁嘅武俠世界入邊，飾演俠骨柔情嘅女俠，俘虜無數影迷嘅心。今日我哋就會一齊重溫香港電影史上最勁嘅武打女星，睇下佢哋點樣靠實力同埋美貌征服全世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外賣仔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，可以留言、訂閱、點讚。未訂閱嘅朋友，俾個機會我訂閱我啊！多謝大家。咁我哋今集正式開始。第一位帶嚟嘅係梁琤，原名梁玉燕。1969年出生於香港大埔嘅一個小康之家。作為屋企嘅長女，佢早年就讀佛教大光中學。由於屋企擔心1997嘅香港回歸問題，梁琤中學畢業之後就被送到去瑞士投靠親戚，喺當地學習法文同埋適應異地嘅生活。但係命運冥冥中就安排咗佢返香港參加1990年嘅亞洲小姐競選。雖然唔能夠入到最後嘅決賽十強，但係就係因為咁，俾德寶電影嘅監製冼紀賢睇中，挑選佢主演電影《黑貓》。正因為《黑貓》入邊 Erica 嘅一角，梁琤憑住出色嘅表現，一舉奪得1992年第11屆嘅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演員。呢部戲唔單止令到佢成為當時最受矚目嘅新星，仲成功建立起佢嘅動作女星形象。喺往後嘅幾年，佢喺重金屬、影子敵人、錯底追擊組合等嘅多部電影入邊表現出色，成為香港影壇最具代表性嘅武打女星之一。但係成功嘅背後並唔係一帆風順。喺1995年，梁琤拍攝影子敵人嘅時間，因為爆破場景而意外燒傷手部，需要接受植皮手術，並且要休養幾個月。呢一次受傷對佢嘅身體同埋心理係造成咗深遠嘅影響。但係梁琤並冇因此而停下腳步，佢選擇轉型，加入無線電視，並且喺2004年憑住《金枝玉葉》入邊飾演福貴人嘅一角，成功以柔美嘅形象重新俘虜觀眾嘅芳心。為咗照顧患病嘅爸爸啦，梁琤係一度淡出娛樂圈，但係佢喺2013年重返無線，帶嚟多部高質嘅電視劇，包括《飛虎2》、《梟雄》、《巨輪2》等等，並且多次獲得最佳女配角嘅提名，證明咗佢喺演技上面嘅實力。第二位楊麗菁，佢1968年出生於台灣嘅嘉義，佢自小喺屋企人經營嘅金鋪入邊長大，但係佢嘅舞蹈天賦同埋熱情令到佢嘅生命有咗唔同嘅方向。畢業於台灣國光劇藝實驗學校舞蹈科嘅佢，以精湛嘅舞技喺中視才藝競賽節目綠燈獎之中嶄露頭角，之後參演中視經典連續劇《大旗英雄傳》。19歲嘅時間，佢隻身嚟到香港發展，同德寶電影公司簽約，正式進軍動作電影嘅領域。佢喺皇家師姐系列中英姿颯颯，動作乾淨利落，被譽為楊紫瓊嘅接班人。楊麗菁憑住不懈嘅努力同埋拼搏精神，成為台灣第一位享譽國際嘅武打女星。喺影壇嘅黃金時期，佢唔單止活躍於動作電影，亦都開始進軍電視圈，同鄭少秋合作嘅《香穗傳奇》更加係膾炙人口，成為經典。除咗演藝事業之外，佢亦都積極投入瑜伽事業，考取國際瑜伽師證書，並且創辦勵志清華國際有限公司，出版咗一系列嘅瑜伽教學書籍同埋 DVD。佢之後將瑜伽成為佢生活嘅新重心，亦都將健康同埋正能量帶俾更多嘅人。喺2010年，佢因為整容嘅傳聞受到媒體嘅攻擊，失去咗唔少嘅工作機會。2015年，佢好勇敢咁開咗個記者招待會，以醫美診斷證明澄清事實，懇求外界停止網絡霸凌。更加令人敬佩嘅係喺2017年，
佢以49歲之齡考入咗台灣科技大學企管系嘅 EMBA 碩士班，展開咗人生嘅新篇章。第三位，西協美智子，1957年出生於日本嘅千葉縣。佢自細就展現出運動天賦，10幾歲嘅時間就開始訓練體操同埋排球。之後為咗追求完美嘅身材，進入咗日本嘅健美界。佢以驚人嘅毅力同埋專業訓練，練就咗一身健美級別嘅肌肉，並且連續3年獲得健美冠軍同埋舉重冠軍，成為日本健身界嘅明星，被譽為健身界嘅山口百惠。當時佢同哥哥合資經營咗2間健身中心，事業如日中天。之後佢選擇進軍娛樂圈，憑住健美身形同埋一部寫真集引起關注。喺1985年嘅福星高照，佢以硬朗嘅肌肉線條同埋冷酷嘅形象成為片中嘅亮點。1987年嘅雌雄大盜更加令佢一舉成名，而喺賭神當中嘅女色魔形象更加令佢深入民心。西協美智子嘅角色多數都係反派或者配角，往往以剛強嘅外形同埋爆發力嘅動作俾觀眾留下印象。但係由於語言不通，佢唔識廣東話或者普通話，成為咗佢發展嘅樽頸。雖然佢係一度嘗試接拍3級片，譬如《淫妖豪情》，佢希望尋求突破，但係始終未能夠超越當年嘅高峰。去到1996年，佢選擇淡出演藝圈，嫁俾一個美國人，移居美國，展開人生嘅新里程。但係間中佢都會擔任動作嘅替身或者做一啲配角，而佢嘅仔仔亦都繼承咗佢嘅健美基因，成為一個美國嘅健身教練。第4位，大島由嘉利，佢喺1963年出生於福岡市西區，自小佢就展現出驚人嘅運動天賦。13歲嘅時間，佢開始學習剛柔流空手道，16歲就奪得咗日本空手道比賽冠軍。唔單止係咁，佢仲涉獵柔道同埋體操，再加上後嚟喺東京短期大學體育課程嘅專業訓練，幫佢未來嘅動作演員生涯打下咗紮實嘅基礎。畢業之後，佢進入咗千葉真一創辦嘅動作演員學校，並且喺東映嘅特攝作品中嶄露頭角。但係佢並未止步於日本演藝圈，之後隻身去到台灣發展，隨後因倉田保昭嘅引薦，喺1986年憑住富貴列車進軍香港影壇，開啟咗佢嘅黃金時代。喺香港，大島由嘉利嘅動作片事業如日中天，佢嘅戲路甚廣，既能夠演出熱血正義嘅女警，亦都能夠演出心狠手辣嘅反派角色。佢以精湛嘅空手道技術同埋真實嘅動作場面，為觀眾留下深刻嘅印象。1991年，佢同香港演員鄭浩南嘅婚姻傳聞轟動一時。1993年，佢開設經紀公司龍虎榜，但係首部出品電影係3級片，同佢動作片嘅形象係形成咗強烈嘅對比。之後佢嘅動作片事業喺90年代嘅中期開始逐漸減少，更加喺1998年嘅時間因為拍戲而意外受傷，要返到日本。之後佢以福岡為據點，專注電影嘅推廣同埋培育後進。喺2014年，因為佢喺福岡嘅文化推廣工作同埋對電影界嘅貢獻，佢獲得福岡市文化賞嘅殊榮，亦都為佢嘅演藝生涯有一個新嘅里程碑。第5位，楊盼盼，佢喺1958年出生於台灣，家世顯赫，外祖父係中華民國政治人物魏道明，而外婆就係中國首位女律師鄭玉秀，而名畫家張大千就係佢嘅姑丈。雖然身處於咁勁嘅家庭啦，但係楊盼盼就選擇咗一條充滿挑戰嘅演藝之路。佢8歲開始習武，13歲就跟隨北派武術家粉菊花學藝，12歲就加入邵氏電影公司，成為電影《14女英豪》嘅替身演員。之後佢分別加入佳藝電視同埋無線電視，並且每年喺無線電視嘅台慶當中挑戰高難度嘅特技表演，
創下咗無數嘅經典。但係成功嘅背後，佢亦都付出咗巨大嘅代價。喺1983年，佢因為表演特技嘅時間拉傷咗頸骨，並且壓傷神經，導致右耳失聰。但係佢並冇因此而退縮，反而更加努力突破自我。喺90年代後期，開始退居幕後，轉向電影監製同埋動作特技指導嘅工作。喺2000年，佢成立咗輝煌電影動作訓練室，致力於培育新一代嘅動作特技演員。佢以自身嘅經驗同埋專業，將電影動作特技嘅精神傳承落去。2020年，佢榮獲香港動作特技演員工會頒發嘅2020年度傑出貢獻大獎，以表彰佢推動動作電影發展中嘅卓越貢獻。除咗演藝事業上面嘅成就之外，楊盼盼嘅個人生活同樣令人敬佩。喺第一任嘅婚姻失敗之後，佢獨力撫養女兒。之後佢同個女同埋第二任丈夫共同創立品牌，並且再生多一個女。而而家楊盼盼亦都榮升為外祖母，開始享受弄孫為樂嘅生活。第六位高麗虹，1965年喺香港出生，擁有意大利同埋香港嘅混血血統。中學畢業於河東中學。喺1984年，佢參加咗香港小姐競選，憑住豔麗嘅混血五官同埋出眾嘅氣質，豔壓群芳，一舉奪得冠軍同埋最上鏡小姐嘅頭銜。同年，佢更加代表香港參加環球小姐選美大賽，並且以一身清宮慈禧老佛爺嘅裝扮，獲得最佳民族服裝獎嘅季軍。1986年，佢毅然加入影壇，決心轉型成為一名演員。為咗擺脫花瓶嘅形象，佢拜師洪金寶學習武術，並且加入洪家班。1987年，佢喺洪金寶執導嘅電影《東方禿鷹》當中飾演柬埔寨游擊隊大家姐，一改往日美麗嘅形象，以蓬頭垢面、衣衫襤褸嘅造型示人，展現咗佢想轉型為打女嘅決心。憑住喺《東方禿鷹》入邊精湛嘅演出，獲得第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嘅提名。除咗《東方禿鷹》之作，高麗虹仲出演咗《比鬼粥》、《原振俠與衛斯理》、《爛賭英雄》、《皇家女將》、《黐線枕邊人》等嘅多部電影。佢喺多部電影入邊都展現咗出色嘅身手，成功奠定咗佢動作女星嘅地位。喺事業發展嘅同時，高麗虹同洪金寶亦都日久生情。兩人於1995年正式結為夫妻。婚後，高麗虹逐漸淡出演藝圈，專心照顧家庭，全心全意支持洪金寶嘅事業。佢唔單止學習照顧洪金寶同前妻所生嘅4個仔女，更加為咗避免家庭嘅紛爭啦，選擇終身不育。而兩人相知相識，相伴至今，亦都成為香港演藝圈嘅模範夫妻。第7位惠英紅，佢喺1960年出生於香港，祖籍滿洲正黃旗，係葉赫那拉氏嘅後人。佢嘅家族本身係山東諸城嘅顯赫大戶，但係因為國共內戰而被清算，家道中落。於是佢嘅爸爸就帶住家人逃難香港，過住艱難嘅生活。惠英紅自幼就喺灣仔嘅街頭賣香口膠同埋花生養家。12歲，佢喺美麗華夜總會做舞藝員。14歲就俾導演張徹發掘，成為邵氏電影公司嘅基本演員。1979年，佢憑住劉家良導演嘅《射雕英雄傳》嶄露頭角，之後更加以矯捷嘅身手出演多部嘅動作電影，成為觀眾心目中剛強嘅打女形象。1982年，佢憑住長輩奪得首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，成為唯一一位憑住武打片封后嘅女演員。但係之後佢嘅演藝事業一度陷入谷底，甚至乎係患咗抑鬱症，遠離銀幕多年。但係憑住家人同埋朋友嘅支持，成功克服心魔。2005年佢重新翻影壇，復出之後，惠英紅以《心魔》、《幸運是我》等嘅作品，再次證明咗自己嘅實力。
佢3度斬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，並且憑住《血觀音》奪得第54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。除咗電影之外，佢喺電視劇嘅領域亦都係大放異彩，譬如喺《巾幗梟雄》、《鐵探》等嘅作品都係獲得觀眾嘅好評。去到2018年，佢獲得香港政府頒發銅紫荊星章，以表彰其對影壇嘅卓越貢獻。惠英紅嘅生命故事係充滿咗挑戰同埋突破。佢曾經話過，工作先至係我嘅存在價值。佢用勤奮同埋堅毅，將命運由逆境寫做傳奇。2025年，佢憑住電影《我愛你》成為首位獲得華表獎嘅香港演員，亦都為佢嘅演藝生涯再創高峰。第8位，李賽鳳。佢喺1965年出生於香港，喺6歲嘅時間隨父母移居台灣高雄生活6年。喺台灣嘅生活令到佢精通國語，並且喺鋼琴同埋舞蹈上展現出出色嘅天賦。佢經常參與校內嘅表演，為日後嘅演藝事業奠定咗基礎。返香港之後，佢升讀深水埗佛教國光書院，並且喺15歲嘅時間，因為學校一場舞蹈表演而被導演蕭顯輝發掘，出演電視劇《大地恩情之家在珠江》，飾演鄉村少女阿滿一角，從此進入演藝圈。李賽鳳憑住柔韌嘅舞蹈功底，逐漸轉型成為動作女星。1983年，佢參演電影《新蜀三奇俠》，並且展現出色嘅打鬥身手，為日後嘅動作片之路打開咗大門。佢嘅第一部真正嘅動作片係1987年嘅《天使行動》，呢部戲奠定咗佢喺影壇嘅女打仔嘅地位。李賽鳳以靈活嘅動作同埋自然嘅演技，成為80到90年代香港動作片嘅代表女星之一。去到90年代嘅後期，隨住佢逐漸淡出娛樂圈，佢將熱情轉向咗舞蹈藝術，並且喺1993年創立咗李賽鳳舞藝坊，致力於推廣舞蹈教育。佢唔單止係親自教授啦，仲培育出好多優秀嘅學生。呢啲學生喺香港嘅公開舞蹈比賽中屢獲佳績，為香港嘅舞蹈界作出咗重要嘅貢獻。第9位，胡慧中。佢喺1958年出生於台灣嘅眷村。佢畢業於台灣北一女中夜間部，後嚟就讀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校嘅夜間部，並且喺1981年順利畢業。學生時代嘅胡慧中才華洋溢，加上清新脫俗嘅氣質，佢同胡冠珍、胡因夢並稱當時台灣影壇嘅三胡。1977年，佢憑住電影《歡顏》一炮而紅，成為台灣文藝片嘅代表女星。80年代，胡慧中喺香港嘅影壇迎嚟事業嘅另一高峰，洪金寶將佢打造成打女，並且親自教佢廣東話，令到佢成功轉型成為動作片明星。1987年嘅《霸王花》系列令到佢喺香港動作片領域聲名大噪，建立咗剛柔並濟嘅動作女星形象。但係喺1989年拍攝《獵魔群英》嘅時間，佢因為遭遇咗一場嚴重嘅爆破意外，導致燒傷。當時嘅傷勢都係幾嚴重啊！但係憑住堅強嘅意志力，佢成功復出，並且因為呢次意外而更加走紅，成為影壇嘅傳奇人物。喺個人生活方面，胡慧中嘅人生亦都係充滿故事。佢曾經同北聯邦前幫主唐松生有過一段短暫嘅婚約，但係因為屋企嘅反對啦，就最終分手。1998年，佢同著名嘅眼科醫生、前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結婚。婚後之後逐漸淡出娛樂圈，專注家庭生活。佢曾經喺媒體前邊坦言啦，而家已經係典型嘅家庭主婦，已經唔會再在乎外表。胡慧中除咗演藝事業之外，亦都積極參與社會工作。喺2003年，佢成為江蘇省政協委員，並且連任至今。儘管咁多年佢都冇再活躍於影壇啦，但係佢仍透過唔同嘅方式支持影視圈嘅後輩，並且為洪金寶嘅細仔嘅節目助陣。第10位，馬來西亞同埋香港嘅驕傲，傳奇演員楊紫瓊。
楊紫瓊喺1962年出生於馬來西亞霹靂州怡保，佢嘅爸爸係馬來西亞知名律師同埋政界人物。楊紫瓊自幼學習芭蕾舞，15歲嘅時候遠赴英國皇家舞蹈學院進修，但係喺17歲嗰年因為脊椎受傷，佢就要中斷舞蹈嘅夢想。但亦因為咁啦，為佢未來嘅演藝生涯打開咗新嘅大門。1983年，喺媽媽嘅鼓勵之下，楊紫瓊參加咗馬來西亞小姐選美，並且奪得冠軍。隨後代表國家參加世界小姐競選，因此亦都吸引咗導演潘迪生同埋洪金寶嘅青睞，邀請佢進入香港嘅影壇。1985年，佢憑住《皇家師姐》一片成名，成為亞洲首屈一指嘅女打星。佢嘅動作戲係以真實而著稱，唔需要用替身，展現咗女性嘅剛柔並濟力量。90年代佢將事業伸展去國際嘅舞台。1997年，佢出演007系列嘅新鐵金剛之明日帝國，成為全球矚目嘅邦女郎。去到2000年，佢喺李安執導嘅《臥虎藏龍》當中飾演俠骨柔情嘅余秀蓮。呢部作品令佢成為首位入圍英國電影學院獎最佳女主角嘅華裔演員，亦都令到佢進一步奠定國際影壇嘅地位。喺近年，楊紫瓊再度迎嚟事業巔峰。2022年嘅《奇異女俠挽救宇宙》幫佢贏得金球獎、奧斯卡等嘅多項最佳女主角，亦都成為奧斯卡史上嘅首位亞洲影后。呢個唔單止係佢個人嘅榮耀，更加係亞洲演員喺國際影壇嘅重要里程碑。喺2024年，佢更加因為對影壇同埋文化嘅貢獻，獲得美國總統拜登親自頒發總統自由勳章。呢個係美國對平民嘅最高榮譽。除咗演藝成就，佢仲積極參與公益同埋體育事務。2023年被任命為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委員，為推動全球體育發展貢獻力量。楊紫瓊更加係一位虔誠嘅佛教徒，佢生活低調而謙遜，亦都係梅艷芳嘅摯友，並且喺梅艷芳嘅喪禮中擔任扶靈人。多謝大家睇晒呢一集啊！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，可以留言、訂閱、點讚，記住我叫外賣仔，下集再見。